好，下面我们要介绍游艳玉女士，伊要跟咱台湾中辈会来分享画图的乐趣，她要现场表演。各位乡亲、兄弟姊妹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今仔母亲节，咱请到这个游老师哈，游艳玉、游艳玉老师来甲咱做这个国画 demo。我是老师，我是游老师绘画班的学生。游老师的教育，伊是古今中外拢有。伊伫台湾自细汉就真爱画图艺术，但是大学伊就去考师大艺术系，所以伊受的是 modern 现代的即个美术教育，但是伊原来受着传统咱华人的即个艺术的思想。一块老先的影响，恁大家知影南漳北赋，知影无？这北部，你知影无？南庄是张大千，北庄是傅心怡，我听吼。这两位大师呢，拢做过老师的老师。傅心怡是老师大学的老师，张大千。本来是伫个巴西，尾搬来咱加州，伫卡美17 mile 17 mile 遐，伊有一个巴德园，8点园，所以伫遐时阵，伊捌接见咱老师，互老师一寡指导伫。所以老师的教育，伫时间上是跨古典甲现代，伫空间上。伊是对台湾留学去日本，再搁对因先生，咱的托尼丘库先生，来到美国。老师本身搁定定爱旅行，所以咱的旅行拢去到处去看山水。老师原来是爱山水的人，但是伊真侪时间拢一头就怎啊软入去各地。欧洲的博物馆、美术馆，你知影巴黎迄个罗浮宫吼，迄内底有一位蒙娜丽莎女士，甲老师足熟的，看到老师拢会笑。老师受到教育，伊本身原来真注重教育的传承，所以对台湾教书。伊搁来到美国来教书，咱华人伫美国的学术，伫个理工方面有真侪的人拢做啊是 PhD 做啊博士，但是伫个文学甲艺术，会当来到美国的大学内底正式教书，变做教授退休的不太多了哈。老师是正式教授。美术教授退休，退休了，伊还阁真注重咱迄个一般的公益社，公益社团，所以伊伫个咱台湾会馆有继续咧教这画图。另外，伊原来伫 Adult School 有几多间的这个 Adult School 拢捌请伊，所以伊拢伫遮继续咧教育人才。老师的家庭圆满。伊的先生，咱讲查甫老师的太太是师表吼，查某老师的先生毋是师公吼，是师长吼，丈夫啦吼，师长是师长，所以托尼甲老师成功的教育，因3个囡仔拢伫美国，伫医学界，搁伫伊个人的即个单位上，拢有真好的成就。下骹咱请老师甲咱 demo 伊的国画吼，今仔伊要画的是山水，是花中的君主，什么花？莲花。这
真多谢今仔日有遐尼侪人要来看我的迄落画图，是我一生的迄落趣味，搁我的工作。咱大家知影迄落英语是讲叫做 brush painting，Chinese brush painting，迄个国语是讲国画。伫日本因讲叫做水墨画，拢共款物啊吼。国画呢，你若学，你就知影有两个大派。你若要学国画，你上台先爱了解两个派，一个就是北派，一个就是南派。南派迄个代表就是张大千，北派代表就是傅心怡。我足好运的，拢有去拄着这两个宗师，搁甲因学足久的吼。所以这是足难得的。无人讲有法度去甲这北派、南派的迄个大师去学着因安怎画的，也是了解，搁甲因讲话。我今仔日呢，干那20分尔，要画遮大张的图。大家知影20分是无法度画起来，所以我干那会当选一个迄落上简单的，就是国画内底有3个迄落主题，一个就是山水画，一个就是人物画，搁第3个就是花卉，花鸟就是第3个。我要用迄个第3个，就是要画迄个花。若讲到花呢，大家知影迄个所有的迄落画图家，最爱画图，伫中国就是牡丹，对无？第2就是迄落兰花，第3就是梅花。迄个张大千上爱画的图就是荷花。荷花咱台语是讲叫做莲花，事实是两个拢共款的。我今仔日要用迄个泼墨，迄落画图有一个，我大家拄仔有介绍讲南派甲北派，南派就是写意，写意有人讲叫做无骨的，迄个北派就是写实，写实呢。就是叫做勾勒，就是用迄个安怎讲，用迄个线条先画落好，才擦色落去。我今仔日泼墨的办法，就是墨甲迄个颜色拢做一伙画起来。尽量呢，我要尽量，我干那有20分通好画尔，所以袂当讲今仔日是我的迄个上好的作品，干来会当甲你介绍泼墨是啥物安尼。你若有问题，也是阁有迄落，你会当阁甲我问。画了，我即张图要互即个大会去抽签，啥物人若有，你若抽着，你若无爱，你再阁提醒我。OK， 我即马。要开始啊，吼！
个荷花甲莲花，伊拢长在那个水池、水塘上面，所以呢，伊有迄落一种鸟啊，或者翠鸟，因专门咧食迄落啥物，知影无？伊足爱食鱼啊，所以伊拢会伫咧迄个池塘遐，甲荷花刚好配的所以讲做伙，因迄个荷花，你若看到荷花，就会当看到一个翠鸟，翠就是迄个翡翠的翠，伊迄个鸟仔的色是甲迄个叶仔共款，所以毋叫做翠鸟。迄个翠鸟呢是伊的迄个安怎讲？迄个嘴巴足长的，所以伊会去捉迄个鱼仔足紧的。迄个线呢，鱼仔的色就是拄仔伊的迄名叫做翠鸟，就是迄个绿色甲蓝色，很漂亮的。
非常多谢尤老师亲自在这边帮我们完成这幅画，短短的时间。我唔知影偌济人头一遍看国画现场伫表演，我是头一遍，唔捌看过。OK， 不知道今天哪一位幸运？我要甲大家讲吼，我家己参加中辈会以后吼，我才发现讲咱中辈会内底吼，实在有影卧虎藏龙，真的很多人很棒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尤老师也是我后来才发现说，尤老师是80几岁的人，80几岁的人他继续在教人家画，卖讲啥迄个精神的，互人就会当学了吼。我这个给邀请，他也是当场去。伊咧甲我讲，伊去路口表演表演足济，伊拢伫桌上画，这边有一个镜甲反射，互人看镜内底。不过伊讲咱家无迄个设备，所以他只好用这样画。你登去看吧，看你要安尼画，看要安怎画哈。所以咱真的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尤老师，我们再一次给他热烈鼓掌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尤老师的画，通常你是看不到，你也买不到。他的画都是在Camille那个画廊在卖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画是多珍贵哈。所以今天他的画，你只要再去裱，他会告诉你怎么做。
谢谢大家。像尤老师讲的，他这一次画，他跟我讲说，丽华，我画完就拿来给大家抽奖。我感觉真的很贴心，很贴心哦，让大家有一个，我希望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机会抽到。不过尤老师的这份心意哈，确实非常难得，我们再次感谢哈，谢谢谢谢。